前只有2个车道，没有人行道，然后就是人车混合。因为本身桥面的段就是很窄了，你如果大车在上面的时候，其他空间行人啊、机车它都没有办法行驶。如果在闪车的时候，真的有发生很多起的意外，就是人跌落桥下。毕竟桥的年代也很久远了，将近50年的桥。相比同阶段的桥，他们都已经改建完成了，就只是我们这里还没有改建。所以在立委的跟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今天这个通桥完成。第一就是环境上的改变，第二是通车交通安全上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这个水路排水的问题啦，因为像之前因为碍这个桥它的底下的一些问题，所以会造成我一些西势里的旧社区他们排水每逢下雨必淹。然后借着这工程排水去排建，到现在他们下雨不怕再被淹水了。本底是这条桥作细啦，即摆有扩宽吼，搁有人行道行吼，会当互人足方便安尼。迄个人行道吼会当运动，搁会当安尼交通是足安全啦，搁美观。人车吼真安全的问题啦，所以讲吼，这真正吼。对阮地方的发展也好，对人的通行也足安全啦。特别讲这个吼，这个人行步道都做起来，这人吼你行路有够方便的方便啦。要运动也好，要创哪落，免烦恼讲吼车来吼无当闪安尼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动前，新湾桥改建工程竣工，丰收典礼圆满成功。我们终于盼到了连接永康大湾跟新化的新湾桥改建完成。这个新湾桥桥龄已经达到45年以上了，然后呢，旧桥很狭窄，所以造成很多通行的不便以及危险。那所以说，在2年多以前启动了改建工程，总共经费4亿1000万。地方自筹8700万，中央来负责3亿3000万左右，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哈，对地方通行的便利以及交通的顺畅，连接很重要的大南科区的新化，以及这个台南市最大行政区的永康有很大的帮忙，所以新湾桥改建势所必行。那现在已经完整的完工启用了，非常感谢中央感谢国土署，感谢内政部。谢谢立法院的支持，感谢市议会的垫付款的通过，让地方可以工程能够及时的完工，早日让那个民众可以享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先带大家来关心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6次定期会。上午是由卫生局甲社会局进行业务报告甲质询。议员李宗霖指出，传统市场近年出现中国医药的直销摊位，烦恼医疗统战正渐渐进入台湾。要求卫生单位要进行稽查，并且会动警发局的市长处，向摊贩加强宣导，避免贩卖违禁物品。议员李宗霖因为接到未少民众的反映，台南水仙境市场出现了中国的药品单位。经过服务处的实地查访，现场唔定贩售各式的药品，甚至还阁提供推拿等类似医疗的行为。警察有什么帮书翻译进入报道等报条来宣传，这个中国的鸟鼠会医疗统战已经进入了台湾。水仙宫的市场里面，他就发现说，这个有这个中国进来的这个药品以外，然后还有类似推拿的这个字比较小啦，他们就有说，可以免费领取一些养生的课程啊，或者是加入创业行列。来学习这个治疗酸痛，然后欢迎加入这个乐心帮。那我们就在研究说，他们包含他们的这个招募的模式，全部都是简体字，然后再加上他们所使用的这个药品啊，这个药品应该是台湾没有办法进来的吧？你觉得嘞？这样？
因为以我这样子看，它都很多都是他们的这个简体字等等哈，这个我真的是需要，我觉得我们要去那个查。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有那个吗？水仙宫的这件我们有目前这边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陈情或检举。那会后我们会请同仁。议员除了质疑这些药品是不是有合法的输入许可，甚至还个拍出加入创业、分享赚钱等标语，恐惊会让民众面临被诈骗的疑虑。对此，卫生局嘛回应，会来加强稽查。至于教育训练的部分，会甲经发局市场处来研议。未来办理摊商公示的时，会来加强宣导过去发生的违法样态，甲相关的知识。不足的部分会搁再来盘点。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为了感谢电气商业工会甲轻具相关商业工会协调各大企业关键家电甲轻具，帮助丹纳斯洪灾受创的居民重建家园。市府特别举办表扬仪式，由行政院长、经济部长甲台南市长共同出席，并且颁发感谢状，表达上大的谢意。丹纳斯洪灾造成真侪民众财务受损，在中央甲地方携手合作下，台南市在7月17日便开始展开灾后补助申请作业，让灾民在上短时间内得到协助。除了政府经费投入救灾，还有真侪企业以及工协会资源挹注，帮助灾民早日恢复家园。行政院长杜英泰、经济部长龚明鑫以及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拢共同出席活动，感谢所有协助帮忙的企业以及各大工协会代表。丹纳斯台风之后，我们在这里就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就在这个地方成立前进指挥所。也感谢台南市政府在第一线的工作，用极高的效率，掌握充分的资讯，很多的地方工作充分的去做沟通，我们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掌握到有多少的家户屋顶吹坏了，有多少的家户我们必须进行复原的慰助，有多少的家户我们必须给他做更多的这个协助。那有多少的小店家厂商也受到了这个各种的损害，经济部也要提出所有的产业支持。谢谢院长、中央前进指挥所的一个支持，所以可以在迅速的反应，不管是灾民的诉求，或是院长在7月15号就已经宣布这个慰租金的金额的时候，我们7月17号就开始受理了。好，那所以说能够让灾民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政府的帮忙。总计在台南市当然这次有受灾的，包括云林、嘉义县市，还有包括高雄、屏东。但光是在台南市，我们慰租金受理的这个户数就高达47000户。黄伟哲讲，台南市在灾后便启动各项补助工作，包含受灾户数47000户，饮水车补助嘛超过1万件，农业损害相关救助金额也超过5亿。另外，黄伟哲嘛进一步感谢经济部整合各界资源，让受灾居民在上需要时刻得到及时的援助。这次台南总共获赠大家电220台，包含除湿机、冰箱、洗衫机、电视。小家电嘛有250台，参照是电风、电锅、微波炉等等，希望协助灾民早日恢复理想的生活。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农历9月1号是全台西来安苏柏林宫的圣诞，庆祝新明生，同时照顾社区的弱势。西来安提前伫国历10月19号办理为租金甲物资发送的活动，关怀北区市里计16户甲中计16户的家庭，希望互因感受到社会温暖。全台西来安5号大地圣诞期间，庙方拢会举办一系列祝寿科仪，同时嘛会办理关怀活动，温暖弱势族群。西来安苏柏林宫的这个圣诞，本庙借用这个咱苏柏林宫的这个圣诞呢，来关怀着咱这个北区大港里、大河里、县北里，甲这个大丰里的这个市里的这个家属里的这个低收入户呢，互咱发到这个现金，甲这个米呢，虽然讲无济，但是这伊
这种的是一个包装语义，这是有人本庙对咱这个咱庙宇呢，咱这个周围咱这市里的这家属，给一个低收入户的这个，加弥补呢。我嘛呼吁讲，咱大家社会大众会当甲咱这份爱心，随着咱西来安，会当更再深入社会上，台湾是社会上的所有阶层，大家共襄盛举。全台西来安的新明星结合公益活动已经持续举办多年，得到社会各界大大肯定。包括区长潘宝书、议员陈怡晶以及议员参选人童晓云，也拢亲自来到现场，赞声相挺。咱嘛感谢着咱西来安咱的陈主委甲咱所有的委员啦会当伫咧即厝咱西来安啦咱的庙宇的迄个新准要圣诞进前来做即个爱心嘛针对咱的大河大港甲大河以及咱的县北即4里的计收入户每一个人2000块的迄个慰问金，甲咱中价收入1500块的慰问金，甲所有白米一包啦会当讲是爱心满满。我想真感谢咱西来安咱陈董事长甲咱所有陈干事大家爱心每一档拢会来发予咱，包括咱大丰、大港、大河、县北里，咱所有着小朋友即个红包，希望讲大家会当感受到即个社会温暖今日咱的区长嘛特别来到现场嘛，感谢这一次感谢咱西来安咱所有陈干事，咱所有信众的爱心嘛，希望讲就这个爱一直传落去，互咱社会更加温暖。我们的全台的西来安的董事长带领的曾董事长带的团队一起来发放给我们的乡亲，让我们可以过个好节。在这个时间这个寒冬人家通常都是寒冬会送暖嘛，可是我相信我们的西来安全台的这个庙宇来造福我们的北区所有的乡亲。庙方这次关注对象是北区、大丰、县北、大港、大河等4个里家收以及中价收入户家庭，发送每一户红包以及白米，希望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暖以及宗教的大爱济世精神。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成功大学、昆山科技大学以及台南市地政法协会18号举办大南方空间规划治理法制论坛，邀请来自学术界甲事务界专家，针对国土计划甲城乡发展规划、巨大正义以及铁路地下化等3大主题进行对话甲交流。论坛也邀请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参加。副市长表示，希望借着成功大学的学术研究甲人才资源，提供市府永续发展参考的价值。为了回应南台湾社区发展伫土地利用、法制规范以及社会量下等议题上的挑战，国立成功大学、昆山科技大学以及台南市地政法协会共同办理大南方空间规划治理法制论坛，邀请到来自学界、事务界专家学者，做伙针对国土计划、巨大正义，还有铁路地下化3大主题进行看领域的交流甲对话。台南市地政法学会呢，担任这个桥梁的角色，来串联各个学校还有系所之间的一些交流与活动。那么，由于 AI 时代的来临我相信这个跨领域的这个综合研讨应该会越来越多。那么，希望南部的学术界呢，可以借由这次的串联，来引起更大的回应。那希望我们后续还会发展更多同样系列这些讲座，来讨论有关于这个不动产法律部分的一个联众，还有合作方面的一些领域。本次我们法律系呢跟成大规划设计学院、都计系以及昆山大学的房管系共同合作，一起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大南方论坛。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呢是分为3个场次来进行。第一个场次呢，我们将探讨国土计划的这样整体空间规划的问题。第二个场次，我们会更聚焦在这种所谓的转型正义底下居住正义的这样的一个房价的问题。第3场次则是会在进一步的落实到我们台南的这样的一个铁路地下化之后，这样的一个铁路跟这个城市之间的缝合的这个问题。那本次的这个论坛呢，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产官学研的合作，能够共同来集思广益，为大南方的这样的土地利用提供一个法制上面的建言，以及政策上面的这样的参考。这一次呢，房管系
能够与这些工会一起来赞助协办这次盛会。那我们希望对于大南方的不管是公共建设或者是房地产的市场的这个交易正常化、交易秩序、交易安全，我们都能够尽上一份心力。论坛嘛邀请到副市长赵庆惠以及市府相关局做首长莅临参加。赵庆惠表示，市府伫国土计划、巨大正义以及铁路地下化，希望透过论坛提供市府具有城市永续发展的课题。成大作为台南市的智库，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特别跟成大来合作，有关于我们在都市设计，还有我们国土发展城乡均衡，更重要的还有我们铁路地下化，这个下地之后，有关于我们路园道的一些设计，是不是能够更符合我们城市发展的课题？那这个呢，都涉及到非常多相关的法规。那也涉及到很多我们在国土规划，尤其是都市开发上面的一个均衡的问题。那各个面向呢，今天非常谢谢在论坛上面的一些规划，都有各专业的这个人士尤其是我们出席的局处首长，那也共同来参与这样子的论坛，希望能够对于我们市政上面的协助呢，能够更为具体。那在建议上呢，也能够作为台南市政府在国土规划、城市发展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主办单位指出，这种论坛不只是学术交流，更是三官学合作的重要平台，望成为南台湾城市治理甲法治发展的示范典范。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有5大上受欢迎的吉祥物，分别是夜市鸭、菜市鸭、菜篮、鱼头滚甲巷仔鸟。不止造成吉祥物大联盟，而且嘛侪拢舞成夜市鸭，甲大家见面，佮带来精彩表演甲抽奖的活动，去引真侪民众翕相拍卡。黄色的身躯，圆润润的身材，金花桥的吉祥物兄弟夜市仔、甘菜市仔以及菜篮，带来精彩高趣味的表演。工厂的还有观光旅游局的鱼头滚，甲文化局的巷仔鸟，特别组成吉祥物大联名到武城夜市，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拍卡翕相。我是看到那个市长的社群，就幸运抽到那个金证，这是你想要的对啊。你现在是本来是冲着金证来的吗？不是，是想要来看吉祥物。市长黄伟体先前伫咧网络播一段影片，紹介古水吉祥物的周边商品，尤其是阿媽棍頂懸掛的枕頭，嘛是一人上要愛。活動現場總共有120份的抽獎獎項，得獎幾率相當的高。吉祥物見面會舉辦到今，已經來到第4場，大多數攏是安排伫咧禮拜5人潮上濟時段。亚洲夜市啊行销，我们武圣夜市也是非常好吃哈，请鼓励大家。我们纯粹就行销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人潮最多的时段来，然后也来刺激一下在地的经济消费，庶民经济。所以活动把活动办热闹闹的是我们的目的。夜市啊，含伊的伙伴，未来也会衍生更较侪市场甲夜市，希望透过活动来展现城市创意甲温度，嘛，互市民伫咧食夜市的同时，感受台南的多元魅力。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台南市的国华美食街原本的商圈协会，今年分成2个会，而且拢伫个19号暗时同时举办青王宴。新成立的国华友爱新商圈协会，是伫个后景青王庙头前举办平安宴，由总铺师烹出一道一道的板凳菜。另外，拄成立的国华友爱地区发展协会，是伫永华市政中心的头前办了上百道主打在地摊商美食变佳肴，双方用美食来对决，
嘛意外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火烧虾用大火落去炒，放伫白饭，就是一道美味的虾仁饭，还有浮水鱼羹、烧光米粉等台南的知名小食。这是国华友爱街区发展协会伫市府头前设开8道的青王宴，另外一边是国华友爱新商圈协会。伫附近青王庙头前举办的青王宴，完全就是传统办桌菜。第一道是猪脚面线，临盘顶悬有乌鱼子等等，两个协会名相过相像，也毋过菜色内容拢无同。一个是庙方一般的平安宴，那我们是商圈商圈的活动，我们是把整个商圈的会员串联起来，大概有40几个业者。这边的松王宴是每年的农历8月28，是松王的生日。已经这边办了10几届了。他要怎么做，我们其实他该怎么去做他的一个什么宴，但是我觉得不要借用松王的名义。台南市国华街美食店家相当的多，成为观光热点。原本经营17档的国华友爱新商圈发展协会，各分出国华友爱街区发展协会。不过新成立的协会，互认为是吃豆腐，范围嘛小共，争议不断。台南市经发局其中协商，新商圈协会范围伫尊王路以北、民生路以南；拄成立的街区协会范围伫咧健康路以北、保安路以南。那你觉得哪里才是算正宗的松王宴？我觉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为地方的美食文化、宗教文化，这才是最重要的。台南的宗教文化呢，跟商业活动是并行不悖的。那市府呢，也乐见地方以不同的活动来展现城市的多元风貌。市府鼓励各商圈以地方文化为基础，结合产业特色发展多元活动，希望会当打造属于台南的街区品牌，持续带动城市观光加商机。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由永康区公所、市立图书馆以及东桥社区管委联合会、甲空桥商圈共同主办的小小孩不给糖就捣蛋万圣节活动，18、19号2天伫图书总馆的周边放假登场。现场除了有社区团体表演，还有大型的市集、甲亲子角色的盘演、采购活动，场面非常的热闹。由永康东桥社区管委联合会甲烈康桥商圈发展协会共同主办小小孩不给糖就捣蛋的万圣节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这场被社区称作上有温度的活动，唔仅是囡仔年度上期待的盛事，而且活动嘛一档比一档盛大，包括市长王伟泰、议员林冠伟甲烈黄兆辉嘛拢整班来出席。万圣节游行是我们东桥每年固定在这个地方的活动。那市长也肯定我们的表现哈，希望明年可以变成我们整个市集，变成台南市的万圣节亲子游行这样子。那最主要是结合这个社区啦哈，我想东桥社区是我们台南市都市更新之后很示范的一个社区，因为未来大楼林立的状况会在台南市的各个地方越来越多。那怎么结合跟联合会、跟在地民众还有在地商家的一个配合哈，我想是我们商圈的一个重点。那今年希望活动顺利成功，然后大家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很开心。这一次以我们的亲子万圣节来游行，以这样的为目标为主轴哈。那我们这次我们在旁边有看到我们许多我们的最大的南瓜哈，我们搞怪南瓜，我们在我们总图的后方哈，那非常非常漂亮。从昨天我们灯光一打了以后，就非常非常多遛着狗、遛着猫哈，那来这边运动散步的小朋友或是大人们哈，来这边跟我们的大南瓜来拍照。那我们前面这边哈有很多我们的市集以及商家，那我们还有一些气店，我们现在最夯的我们一些小朋友的气店，也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2天1夜非常愉快我们的周末夜晚哈。今天非常开心来到2025台南永康小小孩不给糖就捣蛋的这个非常好的嘉年华会。
现场人山人海，超过10万人在那边哦，很开心哦，所以很开心，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还有很多摊位在那边，所以非常感谢康桥社区发展协会的各位理监事韦佑理事长，还有各位好朋友，所以说欢迎大家度过一个快快乐乐的下午，快快乐乐的周末，快快乐乐的假期，祝福大家。现场除了结合社区团体有学校的舞蹈、仪队表演，另外还有庙宇的电影《三太子》，吸引不少的大小朋友的眼光。除了学校社团的艺文表演，今年还阁请来3只大型的人偶，有黑熊、无尾熊，甲着北极熊。莫看因身材慢蹲，表演起来也是趣味十足。小朋友们一起跳起来！离小朋友上喜的角色扮演的彩鸡活动，最后嘛伫个市场，甲着所有的贵宾，鸣笛的声中慢慢来展开，超过上千的民众，将整个总图书馆的路面来包围，场面壮观。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20号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
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